大家好，又係我無名小卒啊！今日嘅主題就係武漢救星輝瑞復必泰疫苗。可能大家第一次聽我啦，我有嘅大學學位係專修科學同數學，亦都曾經擔任過中學老師，中學程度嘅 Free Can Buy 同 Psycho 都有教過。但係我絕對唔係醫生，亦都唔會建議你打同唔打邊隻疫苗，只係想攞啲公開有嘅資料同大家分享，同埋會引用某啲嘅專家講嘅嘢。首先呢，我就同大家分享我喺大學科學嗰度學咗嘅嘢。你會發現科學同宗教同政治差唔多嘅地方就係每個人都好似有唔同意見咁，每個專家都會攞啲唔同嘅數據嚟支持自己講緊嘅嘢。好似基督教就會攞聖經嚟去做準則，而科學呢就會攞科學證據強度分級金字塔嚟去做準則。科學界最低級嘅證據呢，就係專家意見。喂，平時我哋聽科學都係聽專家講噶啦。科學其實好清楚人性啊，佢會知道人總係會因為某啲嘅利益而對某啲嘅嘢有偏見，所以如果你係相信科學嘅話呢，你就唔應該話好多專家都咁講，嗰樣嘢一定啱嘅。就譬如 Facebook 嗰啲 fact checker 呢，好中意用因為有呢個專家講過呢，所以你講嘅嘢就係假消息。但係其實一個冇證據支持嘅專家講嘅嘢呢，同廢話冇分別。科學係要睇數據睇證據噶。好似有人打疫苗死咗，有專家走出嚟話唔關事嘅，科學會話俾我哋聽，喺未做任何研究之前，個案系列會比任何專家講嘅嘢更加可靠。但係當你集齊咗好多個案就可以做個案控制研究，即係好似啲專家話打疫苗死嘅人嘅機會率對比翻自然死差唔多，呢啲可以講話係觀察性嘅研究，甚至可以用呢啲數據嚟去做推測性嘅研究。當我哋集齊咗好多個案控制研究之後呢，就可以做一個世代研究。喺科學上好多爭議性嘅話題都係停留咗呢度，就譬如全球暖化，我哋淨係可以依賴住觀察性嘅研究，所以支持嘅就攞支持嘅數據，唔支持嘅就攞唔支持嘅數據，最後變咗雞同鴨講永無止境。好彩喺呢度我哋有隨機對照實驗，即係代表我哋隨機咁俾真藥同假藥俾嗰啲測試者，之後睇佢哋嘅反應。之後有一個高級啲嘅叫金律 Golden Standard， 係雙盲嘅隨機對照實驗，即係代表無論醫生同病人都唔知道邊隻係真藥定假藥。不過喺疫苗度實行呢樣嘢係有啲困難嘅，因為打完疫苗之後有80%人都有輕微嘅症狀，例如發燒同埋手痛。之後做完好多嘅隨機對照實驗之後呢，就可以做綜合分析系統性回顧啦。所以未有綜合分析系統性回顧之前呢，科學界好多時都有好多唔同嘅意見。好啦，翻嚟我哋今日嘅主題，輝瑞復必泰疫苗 Pfizer-BioNTech。根據維基百科，呢個係一個 mRNA 嘅母肺疫苗，佢嘅第3期臨床試驗呢係由2020 4月開始嘅，佢預計喺2023年1月完成。吓？咩話？乜唔係完成咗啦咩啲測試？正常疫苗要攞到 FDA 授權啦，佢係要攞到2年安全報告先可以出得嚟嘅，所以世界各地都係攞緊一個類似緊急使用授權，即係代表政府係冇一個完全嘅第3臨床試驗。所以而家世界各地嘅政府都係用一種自願式嘅疫苗政策，佢哋會用一個利益高於風險嘅大外宣去叫啲人自願打針。甚至用利誘，美國有抽獎，香港有送樓，澳洲有送機票，但係全球其實仍然係一個臨床測試入邊，任何疫苗未有2年安全報告都唔會有 FDA 授權。先講講佢哋開發過程嘅歷史先。輝瑞同復必泰其實係2間唔同嘅公司嚟嘅。2018年嘅8月，德國復必泰同美國輝瑞製藥開始針對傳染性強而變異快速嘅流感病毒，共同合作開發 mRNA 疫苗。2020年3月，復必泰獲得中國復星1.3億美元投資，以換取復必泰158萬股同埋 BNT162B2 未來喺中國嘅開發同營銷權。2020年4月，復必泰同輝瑞簽署合作協議，獲得1.85億美元，其中股權投資大約1.13億美元。2020年6月，復必泰從歐盟委員會同歐洲投資銀行獲得1億歐元，即係1.19億美元嘅融資。2020年9月，德國政府為復必泰嘅母肺疫苗開發計劃撥款3.75億歐元，即係4.45億美元。所以我哋就可以睇到復必泰嘅資金來源。
其實復必泰比起其他公司嚟講都比較細嘅，係2008年開始嘅公司，增長率都比較快嘅，而家都有1000幾個工人嘅。所以我哋今日主力講輝瑞。輝瑞係一間歷史悠久嘅公司，係1849年開始嘅，經過咁多年都吞併咗唔少細公司。佢嘅資本淨值有2152億，係全球排第58間嘅大型公司。如果你當佢係一個國家咁去睇㗎啦，佢會排喺第48名，高過羅馬尼亞、秘魯、紐西蘭、希臘。所以佢嘅談判籌碼係同一個國家有得揮嘅。但係一個國家係需要同人民負責，輝瑞身為一間私人公司啦，佢只係需要同佢啲股東負責。究竟輝瑞有冇義務去拯救全世界呢？定係佢會將佢嘅股東為優先，為佢嘅股東賺最大嘅利潤？你自己諗啦。咁就嚟到我覺得呢條影片最精彩嘅地方，輝瑞訴訟歷史。以下每一點都係有新聞報道或者有網站連結支持嘅，我只會講一啲重點。如果大家有興趣研究下每一單嘅細節呢，可以喺下邊撳入去嗰啲網站去睇下。1992年輝瑞和解咗因人工心臟瓣膜故障引起嘅訴訟，導致大約300人死亡。2007年尼日利亞以70億美元起訴輝瑞，要求其對兒童進行非法測試。有200個兒童做測試，11個死亡，數十人殘疾。報道有講到佢哋冇經家長同意，亦都冇對兒童試藥嘅批准。2009年輝瑞完成尼日利亞藥物訴訟嘅和解。2010年美國最高法院駁回輝瑞尼日利亞訴訟上訴。2010年維基解密電報聲稱輝瑞聘請調查人員對尼日利亞司法部長進行調查，以期讓他喺聯邦層面放棄類似嘅訴訟。2011年前僱員聲稱輝瑞在致命藥物試驗中賄賂尼日利亞官員。翻返去2009年，輝瑞公司將支付23億美元以解決歷史性醫療補助欺詐案。基本上輝瑞俾利益啲醫生，叫佢哋用自己啲藥之餘，仲要係推俾一啲未證實有效用嘅病人身上，即係唔理3721都係咁用輝瑞啲藥。同一單案件前僱員 John Kopczynski 上庭指控輝瑞銷售員被指導吹噓 Bextra 止痛藥具有標籤外使用功效同埋未批准嘅劑量。喺2005年，因為其風險超過咗其益處撤出市場。相信大家都聽過唔少益處多過風險㗎啦。Bextra 呢隻藥2001年批准咗，2004年發現導致心臟問題，2005年下架。喺2005年之前，啲人都係會話俾你聽，益處大過風險啊。跳到去2016年，輝瑞將支付7.85億美元以解決醫療補助索賠。呢一次唔係安全問題，只係法律要求佢哋如果用 Medicaid 嗰陣時咧，就要提供最平嘅價。佢哋當然係冇咁做咯，所以罰錢咯。翻返去2010年，據維基解密報稱，製藥公司試圖喺 Helen Clark 擔任新西蘭衛生部長時除咗吊打。當然輝瑞係其中有份㗎啦，因為 Helen Clark 當時想搞一個同美國有自由貿易協議，咁樣會減低咗佢哋賣藥嘅價錢。佢哋計劃會唔再游說政府，反而係主力去教育新西蘭人，基本上就係操縱媒體。2012年輝瑞承認喺8個國家行賄，向醫生免費提供手機、複印機、打印機同電視，安排旅遊，甚至直接支付現金，以換取醫生承諾推薦或開出輝瑞產品嘅處方。喺同一單案件，輝瑞同意向聯邦政府支付2020萬美元，以解決有關其員工賄賂歐洲同亞洲嘅醫生，同其他外國官員以贏得業務同埋促進銷售嘅指控。另一單喺2012年，輝瑞預計將支付總計約12億美元嚟解決訴訟，指控 Prempro 激素替代療法嘅副作用導致女性患上乳腺癌。2013年，輝瑞和解咗2000多宗戒煙藥 Chantix 訴訟，就有關自殺、自殺未遂同埋其他精神疾病嘅個案，收取咗2.73億美元嘅費用。2013年，輝瑞子公司製藥商威士製抗抑鬱藥 Effexor 已經喺聯邦法院提起9件節育訴訟。2014年，輝瑞嘅抗抑鬱藥 Zoloft 至少有250起訴訟，原告聲稱在懷孕期間使用抗抑鬱藥會導致出生缺陷。到2017年11月，訴訟全部撤回或駁回。駁回嘅原因係因為呢啲出生缺陷冇發生啊，定係因為輝瑞嘅財力同律師係勁抽呢？你可以自己諗。
2014年輝瑞公司已同意支付3.25億美金，以解決其通過營銷 Neurontin 用於未經批准嘅用途，而欺騙保險公司同埋其他醫療保健福利提供商嘅索賠。2016年，好多服用 Depot Testosterone 以增加能量水平、維持月經周期、增加性慾或其他條件嘅男性同女性遭受嚴重傷害，並對製藥商提起訴訟。呢一單犀利啦！2020年超過15000宗質子泵抑制劑訴訟藥物導致腎臟疾病。訴訟聲稱製造商阿斯利康、武田同埋輝瑞未能就質子泵抑制劑嘅危險發出警告。有一啲訴訟稱，阿斯利康喺警告公眾之前至少有10年就知道腎臟風險，所以藥廠可以收埋藥嘅副作用起碼有10年咁多㗎。喺未俾人告之前，仲可以用主流媒體話你嘅副作用係假新聞。如果你覺得打完幾個月之後冇事就冇事嘅話呢，你可能會太過天真咯。雖然呢個 case 其實未完嘅，但係呢啲藥已經有發出危險警告啦。之後就嚟到我哋今日嘅主題，武肺疫苗啦。2020年大藥廠免於武肺疫苗責任。佢哋話我哋作為一間公司根本無法承擔風險啊，真係一個天大嘅笑話。佢哋唔承擔，政府唔承擔，究竟係邊個承擔呢？自己諗。2020年專有持有人起訴 Regeneron 輝瑞復必泰將專有嘅 Amnion技術用於武肺疫苗，就算未開始打針之前已經有人告佢涉嫌知識產權偷竊。當然單案件係未完結，所以結果係點不能評論。首先介紹一下 mRNA 嘅疫苗原理，呢個係一個新嘅技術嚟㗎。首先介紹呢個之前呢，我諗我要介紹一下原本嘅疫苗點樣運作。最傳統嘅疫苗係分2種嘅，第一種叫做滅活病毒疫苗，佢係將死咗嘅病毒擺入你嘅身體，等你嘅身體可以習慣。病毒係唔會死㗎，所以佢講死嘅意思係將毒性完全減除。科興就係用呢種咯。第二種就係減毒活疫苗，即係將毒性減弱咗嘅病毒擺入你嘅身體，之後等你嘅身體習慣。通常呢種減毒活疫苗係會傳染人㗎。咁啊翻嚟 mRNA 疫苗咯。呢個解釋係嚟自 CDC 網站，之後我用 Google Translate 轉咗做中文。武肺 mRNA 疫苗係為咗我哋嘅細胞提供指令，以製造所謂嘅尖峰蛋白嘅無害片段。英文我哋會叫佢做 Spike Protein。武肺病毒就係用呢啲尖峰蛋白嚟當做鎖匙咁打開我哋嘅細胞，所以喺武肺病毒嘅表面就揾到呢啲 Spike Protein 啦。第一，首先喺上臂肌肉嗰度接種咗武肺 mRNA 疫苗，當指令 mRNA 進入咗免疫細胞內部，細胞就會用佢哋嚟去製造蛋白質片段，跟住喺蛋白質片段製成之後，細胞就會分解指令，仲會消滅嗰啲 mRNA。其實 mRNA 係喺我哋身體入邊都有㗎，好似如果我哋身體想製造荷爾蒙嘅話呢，就會有 mRNA 叫嗰啲細胞去製造荷爾蒙㗎喇。但係喺呢度講漏咗一樣嘢，因為呢個 mRNA 係嚟自身體以外，所以正常個免疫系統係會攻擊呢個 mRNA， 喺未入到去免疫細胞之前就會分解咗佢㗎喇，所以佢要打入另外一啲嘢嚟防止呢樣嘢發生。呢樣嘢係會減低你原本嘅抵抗力，究竟會減低幾耐呢？冇人會知。第二，接住落嚟，細胞就會喺佢嘅表面顯示蛋白質片段，我哋嘅免疫系統就會知道呢啲蛋白質唔屬於嗰度，仲會開始建立免疫反應，產生抗體，就好似針對原本武肺嘅自然感染中發生嘅情況一樣。第三，喺呢個過程結束嗰陣呢，我哋嘅身體已經學識點樣去預防未來嘅感染，同所有疫苗一樣。mRNA 疫苗嘅好處就係接種疫苗嘅人無需承擔感染武肺嚴重後果嘅風險。喺網站仲有講咗2樣嘢，佢話呢隻疫苗係唔會令到其他人中武肺，因為唔係用活病毒。第二，佢話唔會改變你嘅 DNA 噶，因為 mRNA 係唔會入到細胞嘅核心噶。簡單啲講，佢就係打咗啲入去，令到你身體變成 Spike Protein 嘅工廠。佢就話呢啲 Spike Protein 對你冇害嘅，你個身體自然就會認得佢哋，咁你就會容易啲對付佢哋。喺理論上聽落其實冇咩問題嘅，不過我之後先講有啲另類啲嘅專家講啲咩。呢個圖表就係解釋咗唔同類型嘅疫苗。主要最出名嘅都喺度，其中一種疫苗我冇介紹到嘅就係病毒載體，佢唔算係一種新嘅疫苗，不過運作基本上同 mRNA 一樣，都係叫咗你個身體去做 Spike Protein 工廠，分別在於佢唔係用 mRNA 去叫，而係用一個基因改造嘅 DNA。mRNA 就有輝瑞復必泰同埋莫德納，英國嘅阿斯利康同埋荷蘭嘅 J&J 喬生。
仲有俄羅斯嘅加馬列亞都係用緊病毒載體，最後科興同埋印度嗰隻呢，就係用滅活病毒。除咗喬森 J&J 係1針之外，其他都係2針。最後就有唔同嘅有效率，驟眼睇落輝瑞打完第2針之後呢，有 95% 有效喎。依家我就會同你研究一下呢個有效率係點計出嚟嘅。佢哋成日話 95% 有效，究竟 95% 有效係咩意思呢？佢哋淨係想你知道一部分嘅資料，佢哋淨係想你知道相對風險降低，即係 relative risk reduction。佢哋淨係想你知道喺打咗疫苗嗰度有8個人中咗冇肺，冇打到有160個人中咗冇肺，160減8再除翻160就係 95% 咯。咁樣輝瑞咪好犀利咯，佢可以防止到152個人唔中招啊。之後佢就喺新聞大賣呢個數字，啲人咪信佢好勁抽咯。但係呢個只係其中一種方法去量度呢個疫苗嘅有效度。我哋可以睇翻成個古仔係點樣，可以睇翻一樣嘢叫做絕對風險降低。我哋平時做實驗主要係會用呢種方法嚟去量度嗰個成效。打疫苗嘅人有21000人，即係喺打疫苗入邊有 0.04% 嘅中咗招，但係打咗假藥嘅又有21000人。即係喺打假藥入邊有 0.8% 嘅人中咗招，絕對風險降低係 0.76%，即係喺呢個實驗入邊實際上減低到嘅風險係 0.76%。所以當你考慮打唔打嗰陣時，你就要諗喺實驗入邊佢淨係減低咗少過 1% 嘅人嘅風險，你仲會唔會去打呢？ 95% 就好有賣點， 0.76% 就唔知呢。我會考慮一下我中冇肺嘅風險先咯。因為可能同測試一樣，我哋永遠都唔會遇到冇肺，咁樣根本上就係冇機會中招咯。或者可能係好多人天生已經有免疫呢，所以你唔包保現實可能會同測試一樣，淨係減得低過1% 嘅風險。所以宏觀啲睇，我哋平時睇疫苗有冇效，有3個唔同嘅指數去決定打唔打針。我哋需要有知情同意。第一個就係相對風險降低，95%；第二個係絕對風險降低，0.76%；第3個指數係 NNTV， 即係要打幾多個人先可以防止到1個冇肺病人。所以我哋要打132個人先可以防止到1個冇肺病人。咁樣值唔值得呢？呢隻疫苗仲要係冇長期副作用報告噶，例如會唔會影響到下一代，例如會唔會令到你生 cancer， 我哋一啲數據都冇。我哋睇下 FDA 點樣評價輝瑞呢隻疫苗咯。目前關於疫苗係咪可以防止病毒喺人與人之間傳播嘅數據有限。此外，目前仲未有數據可以確定到疫苗將會提供幾長時間嘅保護。輝瑞復必泰冇肺疫苗係一個未批准嘅疫苗，佢可能防止到冇肺。依家冇 FDA 批准嘅疫苗可以防止到冇肺。2021年5月10號寫，呢個淨係講緊嗰21000人入邊輝瑞報告公布咗嘅副作用。關於審判期間觀察到嘅死亡，委員會喺文件上嘅第41頁嗰度指出，喺2020年4月到11月有43000人嘅登記參與者，有6個死亡，2宗打疫苗，4宗打安慰劑。2名接種疫苗者平均大過55歲，一個接種第2針疫苗之後62日出現心臟驟停，並且喺第3日後死。另一個接種第1針之後3日後死於動脈硬化。安慰劑接受者一個死於心肌梗塞，另一個死於出血性中風，其他2個死因不明。4例死亡中有3例發生喺老年組，所有死亡都係發生喺佢嘅年齡組入邊，一般群體入邊會發生嘅事件差唔多嘅發生率。首先我唔會話呢2單嘅死亡都係會關疫苗事，但係其中一位打完第1針之後3日後死係有啲可疑。不過的確去研究佢嘅死因唔係一件咁容易嘅事，特別要留意下佢嘅結論。佢話所有嘅死亡都係發生喺差唔多人群入邊嘅平常機率咯。唔單止打咗疫苗嗰2個人嘅死亡，就算係冇打疫苗嗰4個死咗都係平時機率差唔多。如果計翻呢隻疫苗防止到嘅死亡係 0.009 啊，絕對唔係統計學上邊顯著嘅數字啊，即係要打1萬人先防止到1個人唔死啊。加下佢哋最中意就係話打咗疫苗之後死同自然死嘅機會率差唔多。冇錯，佢的確可以咁講，但係做人唔可以咁雙重標準啊。單中咗冇肺之後嘅死亡都入晒冇肺數。CDC 報告話94%嘅冇肺死亡係有基礎疾病啊，即係有 94% 中咗冇肺嘅死亡人數入邊，死因係不明啊。咁佢哋係咪同佢哋平時嘅年齡層死亡率係差唔多呢？喺意大利中冇肺死亡嘅平均年齡係 79.5， 呢個係咪同平時死嘅歲數差唔多啊？意大利平均歲數係83啊。
冇錯，的確可能係會將你嘅歲數減咗4年，但係冇證據疫苗係唔會將你嘅歲數減4年。呢啲可能係10年、20年嘅長期安全報告先可以睇到。針後副作用，關於測試期間觀察到嘅貝爾麻痹事件，4名疫苗參與者報告咗貝爾麻痹，發生時間喺第一劑到第二劑後1個月。疫苗組有3例，安慰劑組冇。呢啲觀察到嘅貝爾麻痹報告頻率同一般人群嘅預期背景率一致。喺右邊幅相就係打咗輝瑞之後中咗貝爾麻痹嘅病人，佢曾經講過話打咗輝瑞之後變成咁樣。不過我唔知係咪喺測試組入邊嘅。如果大家有興趣想睇多啲疫苗副作用嘅影片呢，可以去 The Highwire 呢個網站去睇嘅。基本上呢度想講係自然都有機會咁噶，唔一定關疫苗事噶。對於設定類別嘅非嚴重不良事件，包括其他神經系統、神經炎症同血栓事件，治療組之間冇其他顯著嘅模式或者數量不平衡，表明同復必泰疫苗存在有因果關係。簡單啲講，唔係測試嗰陣時發現冇問題，而係冇證據證明呢啲問題係同疫苗有關啫。咁點樣先證明到呢啲係同疫苗有關啊？曾經有個研究想測試食煙係咪導致肺癌。喺1951年，佢哋揾咗35000個男醫生，個研究會觀察佢哋50年，最尾喺1956年先夠數據去證明食煙係會導致肺癌。所以你揾到幾單或者幾百單就想證明係關疫苗事，唔好咁天真啦。為咗令到呢個報告更加靚仔呢，佢將以下嘅人物全部排除咗，譬如其他醫療或精神狀態有問題，包括有自殺傾向，曾經有同其他疫苗相關嘅嚴重不良反應，曾經有冇肺症狀或者體徵，即係曾經中過冇肺呢，唔好參加啦。點解會要排除佢哋呢？之後原來有新報告發現，如果你之前中過冇肺嘅話呢，你嘅副作用會勁咗好多，仲會排除所有高風險職業，因為呢啲人好大機會已經中過，但係自己都唔知啊。懷孕或者哺乳嘅婦女已經食緊預防冇肺嘅藥物，同埋處於嚴重冇肺高危人群，包括吸煙、過重、哮喘、三高其中一樣。佢做測試嗰陣時就將呢啲人全部排除晒，但係真正打嗰陣時就唔理3721，個個都可以打。呢個其實喺科學界係有史以嚟未出現過嘅。佢冇做過測試嘅群體唔應該批准㗎，所以而家打疫苗出事好多都係呢啲組別度出嚟㗎。所以你而家明白點解佢可以話同一般人群嘅預期背景率一致啦？因為一般人群係有呢啲唔健康嘅人㗎嘛，而佢嘅測試係抽晒比較健康啲嘅人㗎。之後我哋去睇下 CDC 打完疫苗短期內過身嘅報告。喺今年之前最高嘅疫苗死亡個案發生喺2019年，佢係有605宗。呢啲係包括晒所有其他唔同嘅疫苗，但係今年嚟到5月尾嘅數字，依家已經有5880個死亡個案。啲 fact checker 會話上咗 VAERS 唔代表真係疫苗令佢死噶。我之前都講過，證明一個人嘅死因唔係咁容易啊。但係你要明白，喺美國要報上去 VAERS 係要有一個醫護人員覺得佢嘅死因係同疫苗有關先會報上去噶。通常個病徵導致死亡係發生喺3日之內，好多過咗2個禮拜後嘅爆血管或者血栓都唔會計入噶。特別係好多老人院覺得佢自然死，所以就唔報噶。呢個報告係有一個好盡責嘅醫護人員，起碼用半個鐘頭嘅時間嚟填表，仲要每一頁都會話如果你講大話要坐監噶。曾經喺2006年到2009年，哈佛大學收集咗37萬個疫苗注射者，之後發現有35000個可能嘅不良反應。佢哋發現有 2.6% 嘅疫苗接種係有不良反應，對比翻 VAERS 係相差咗100倍咁多，所以專家相信5100個係一定報細數嘅。之後我集合咗5個地方嘅疫苗不良報告，包括有美國、歐洲、英國、澳洲同加拿大，加埋有21000個針後死亡個案，針後不良事件接近有200萬咁多。專家走出嚟話，只係得個別幾單關疫苗事，其他都係冇證據證明係關疫苗事。之後我要介紹一位叫 Peter McCollum 嘅醫生，佢係一位心臟病學醫生，佢曾經出過1000個 publication， 仲有500個 citation 喺 National Library of Medicine， 淨係關於武漢肺炎都出咗35份 peer review 嘅 publication。 關於武漢肺炎嘅 paper 冇人夠佢出得多。你可能會問，武漢肺炎關心臟病咩事啊？
其實武漢肺炎唔係一種肺病嚟㗎，而係一種血管病，會影響到全身，包括埋肺同心臟，甚至腳趾都有。佢唔單止係大學教授，仲係前線醫生，曾經上過德州參議院去推行佢嘅早期治療，就係喺第一條 YouTube 嘅連結嗰度。呢位咁巴閉嘅醫生究竟講咗啲乜嘢呢？佢話佢曾經都幫人接種過武肺疫苗，喺佢幫嘅人入邊冇一個死咗，但係喺佢哋嘅親戚度有喎，仲要係好多添，唔單止 J&J 阿斯利康、輝瑞都有喎。佢唔可以再建議人打疫苗咯，亦都唔可以叫呢個武肺疫苗做安全咯。豬流感疫苗25個人死咗就收檔啦，唔可以出市面咯。依家有5000個死亡，17000個入院咯。依家仲要用呢個咁唔安全嘅疫苗去控制人咯，話唔打唔可以去邊度去嗰度，搞乜嘢疫苗護照？跟住有4個醫生上咗德州參議院去做證，佢哋如果講嘅嘢俾人發現係講大話嘅話呢，佢哋會坐監噶。佢哋要反對呢個強制性武肺疫苗。其中一個醫生話，輝瑞個安全報告會喺 FDA 批准咗之後先會出嚟啊！我哋啲病人係要知道啲藥嘅安全性之後先決定打唔打噶嘛？點會批准咗之後先出安全報告噶？而家仲要擴展到打12歲嘅細路仔啊！細路仔有 99.997% 嘅生還率啊！中咗武肺之後，細路仔係唔會全武肺噶。我哋而家要隔離佢哋，要令佢哋戴口罩，喺醫學上對佢哋有危險添啊！我哋仲要話俾佢哋聽，如果佢哋惹到武肺嘅話，會殺死佢啲屋企人啊！對佢哋幾咁殘忍啊！仲有喺1999年嘅輪狀病毒疫苗啊，有15單腸套碟就停止使用啦。仲要係腸套碟冇生命危險噶，仲要係武肺係有藥醫噶。我哋有咗好耐添啊，但係啲醫生閂晒門唔去接病人啊！武肺疫苗副作用，今次我會用 Ray Sahiran 醫生講嘅嘢。佢係一個2018年退休嘅醫生，佢曾經喺2020年12月18號叫人去打疫苗。佢仲話，如果你喺高危環境，好似喺醫院做就最好打，益處大過風險啊！不過大約喺2021年嘅3月，佢轉態，佢仲話唔會打任何一種嘅疫苗，直到第2代出嘅話再考慮。不過面書已經刪咗佢個 post， 喺佢個網站佢會列出晒所有佢研究到嘅副作用。佢話最常見嘅有發燒同埋手痛，非常見嘅有皮疹同蕁麻疹，有神經炎症、心理精神轉變、視力障礙或聽力下降、口腔潰瘍、氣促、心動過速、反胃、關節痛、月經不調、疫苗傳播。佢列出嘅當然唔止咁少啦，不過最特別嘅係佢有提出到疫苗係會傳染啊！喺科學上面，疫苗傳染唔係一個新嘅概念。如果你打咗活病毒疫苗係會傳染噶，但係啲 fact checker 好大力咁發功，話武肺疫苗會傳染係虛構噶。不過有冇任何科學報告支持？佢話好多人都咁問佢關於呢個問題，佢亦都唔會排除呢個可能性。但係佢親自識到一個朋友，佢阿媽打完疫苗之後佢病咗，之後佢同時打完佢又病一次，2次測試武肺都係陰性，可能係咁啱啫。我需要更多嘅證據，不過初步估計感染期唔會長得過2個禮拜。不過喺輝瑞自己嘅文件呢，佢話如果測試者身邊係有女士懷孕，有機會身體接觸或者空氣傳染，都要同輝瑞報告。如果身邊有人有不良事件，都要同佢報道，包括生皮膚或者流產。起碼輝瑞冇排除到呢個嘅可能性。未公布安全報告之前，大家最好小心。我聽過細路仔同女士係特別敏感啊。磁石手喺美國打完輝瑞同莫德納之後，都有人話自己嘅手變咗磁石手。不過我好肯定唔係個個都有。喺下邊個連結有人做過街頭訪問，大約30%人有呢個問題。有人估係晶片，有人估係洗腦，亦都有人話幫助啲 mRNA 入去細胞入邊，去到身體原本冇可能去到嘅地方。不過暫時嚟講冇乜大害。但係呢個又係 fact checker 大力打嘅議題。仲記唔記得 CDC 之前講過話 Spike protein 係冇毒㗎？佢淨係會幫病毒開門。但係最新嘅研究發現，單係冇肺嘅 Spike protein 都可以破壞到你個肺。佢仲可以破壞到你個內皮功能。個媽媽打完輝瑞之後餵奶個 BB 死咗。仲有 Bridle 醫生話，日本有研究報道證明嗰啲 Spike protein 會去到身體嘅唔同部位。同我哋之前所諗嘅淨係會留喺打針部位係有出入喎。Byron Bridle 醫生話，今次真係大領落啊！ CDC 本來話好安全嘅嘢，而家係好有害啊！呢個唔單止影響 mRNA 疫苗，
仲會影響病毒載體疫苗，即係阿斯利康同 J&J 啊。所以啲皮膚問題同血栓問題就係咁樣嚟噶咯。以色列最近仲發現打完輝瑞嘅後生男仔有出現心臟炎症病。我依家同你介紹一個人叫做 Angelina Dussel， 45歲女士，職業係喺間手術診所嗰度做文員。佢喺5月17號上咗州首都嗰度去做人證，去反對疫苗護照。以下係佢嘅說話：喺1月5號我打咗第一針嘅輝瑞，喺3日之後我一起身就發現自己喺腳以下癱瘓。我入咗醫院5日，冇咩醫療幫助，我開始有抽搐發作，即係不定期不受控制咁震。從此之後就係一個噩夢。我而家去到邊度都會帶住發作藥物。NIH 終於打返俾我，依家先有得救。呢個就係點解我今日坐咗喺度。我啲親戚朋友係唔會打呢隻疫苗，佢哋好驚。我個鄰居佢而家坐咗我隔離，佢一直照顧住我。佢哋見到我經歷到嘅嘢，佢哋好驚。我曾經係一個健康嘅45歲女人，乜嘢潛在健康狀況都冇啊！而我今日喺呢度，我冇咗份工，我唔可以揸車，我喺自己屋企好似一個監躉，因為我好驚出去公眾地方。你哋唔可以歧視啊！就好似你哋講到嘅球賽，我啲親戚朋友好驚打呢隻疫苗，點解唔俾我哋去睇球賽？因為我哋冇打疫苗，唔公平啊！真係唔公平啊！我好辛苦噶，你哋只係唔知道咋，係真噶。我有成300人好似我一模一樣啊！佢哋揾到我接觸我，係真噶。而且係每一日都發生緊啊！之前個科學家佢幫我做報告，因為醫院喺1月21號冇幫我做報告，我要自己去報啊！估下要等幾耐我先等到有人打俾我？3月5號啊！啲案件多到成座山咁高，有109700單疫苗損傷啊！呢隻疫苗啊，我唔係反疫苗啊！如果我反，我唔會打呢隻嘢。我打係因為我想保護我父母啊！我因為武肺失去咗我公公啊！主席，我明白你嘅恐懼，我絕對明白你啊！但係你要聽我講，呢個係歧視啊！多謝晒。佢患嘅係吉蘭巴利綜合症，係一種因免疫系統損害周圍神經系統，係會慢慢好轉，但唔會完全好翻晒。唔單止呢隻疫苗，之前流感疫苗都有人變成咁，但我好肯定武肺疫苗嘅機會率大好多。不過好多人會話佢哋演技好好，唔係發生喺你身上，當然可以咁講咯。最尾呢個反疫苗歧視法案喺 Louisiana 都通過咗，就算喺英國因為個巨型遊行之後，疫苗護照都收咗皮啦。呢位係 Michael Eden 博士，大學博士學位係呼吸藥理學，曾經喺輝瑞17年，最尾去到做輝瑞首席科學顧問。佢之後自己開咗間生物科技公司，自己做 CEO， 之後用高價賣咗出去。佢幫過30間生物科技公司做開拓顧問，其中2間上咗市，即係喺佢嘅業界絕對係頂級人物，同平時啲 YouTuber、Fact Checker 冇得揮啊！冠狀病毒藥理絕對係佢嘅專項，啲 Fact Checker 最多係話佢冇證據啊，但係絕對唔會否認佢個學歷。首先佢絕對支持疫苗，只要係安全就得噶咯。以下係佢嘅說話：我對佢嘅疫苗嘅安全性好有質疑啊。另外我覺得係冇需要係因為我哋已經有4至5種有效安全嘅藥咯。佢哋喺公眾面前嘅存在已經未收埋，就好似 HCQ， 佢可以減少病毒複製，特別喺病毒入侵嘅早期，必定會減少病毒量，有陣時仲會加 zinc， 因為 HCQ 就係幫 zinc 入去細胞。另一個就係 Ivermectin， 係一種非專利嘅寄生蟲藥，亦都有抗病毒嘅效能。另外一種係 Azithromycin， 係一種大環內酯嘅抗生素，可以防止發炎。最後仲有吸入類固醇 Budesonide， 平時用喺哮喘病。你用呢4隻藥已經夠晒啦，除非佢本身係就快死，如果唔係唔會冇得醫噶。第二，我好質疑佢哋嘅有效度，因為佢哋量度嘅方法係用 PCR 同埋輕症，大多數人覺得疫苗有效係可以防止到佢嘅重症或者死亡。嗰啲嘢喺測試時冇量度到，我唔係話緊佢哋冇效，而係佢哋嘅報告唔清唔楚，而佢哋只係緊急批准使用㗎。
喺我嘅角度，佢哋係欺詐咁批准嘅，因為假如有安全又有效嘅藥物治療，根本就冇緊急使用嘅需要。佢哋仲喺第3期嘅初頭，仲有年半嘅測試先完成，喺嗰陣時先會收集安全同有效度嘅數據。我哋未有呢啲數據啊，但係隻疫苗已經出咗嚟啦。直到而家嘅數據，我哋都有安全性嘅質疑。佢仲有提出一個好出奇嘅報告，就係17年前嘅沙士復原者，佢依然對武肺有 T 細胞免疫。沙士同武肺都係冠狀病毒，佢哋淨係有80%相似。T 細胞都會認得出佢。其實有幾隻普通感冒冠狀病毒都係同呢隻武肺有相似嘅，好大機會好多人已經對武肺免疫咯。美國大約有 7% 人中過武肺，佢哋話大約90%人係依然危險，因為佢哋用嘅係抗體嚟去得出呢個結果，但係只會病到幾嚴重下，身體先會開發抗體噶。佢哋越多抗體係越病得嚴重，但係好多人只有輕微病徵，甚至有長期後遺症。呢啲人可能係冇抗體，或者啲抗體好快會消失。佢哋發現有60%半人係冇病過，但係有抗體。好多新聞話3個月後啲抗體會減少，佢哋令到啲人覺得抗體冇咗就冇免疫。任何人有少少免疫知識都呢個唔係事實，降低嘅原因只係因為啲病毒減少咗。仲有呢個大流行病已經完咗咯，喺美國佢只會走去零碎嘅人群度，但係點解我哋仲聽到咁多 case 嘅？呢個係因為 PCR 測試佢本身就唔係用嚟去量度人有冇病毒，佢其實唔係量度緊病毒，佢只係量度緊病毒留低嘅 RNA， 所以佢分唔到你係咪仲係病緊啊定係康復咗。佢本身係用緊法醫科學家噶，即係喺犯罪現場量度 DNA 嘅，所以唔係預咗周街俾人用。好多人唔識用，咪變咗好多假陽性咯。佢假陽性嘅機會率係大約 1%， 但係當你100萬咁去測試，就有1萬個假陽性。而當佢患其他病嗰陣時，有個假陽性，醫生就唔會醫佢，因為佢哋好驚自己都中武肺。所以如果個病人死咗，就會計落去武肺病死。可能佢哋一直都冇中過武肺。疫苗免疫好啲啊，定係自然免疫好啲呢？我之前都講過，假如你讀過少少 bio，都會知自然免疫係冇得比啊。我哋揾到最歷史悠久嘅自然免疫報告啦，佢哋揾到喺1918年中咗西班牙流感嘅人，佢哋發現喺2008年，佢嘅記憶 T 細胞依然記得西班牙流感，所以經過90年，佢依然對西班牙流感有免疫啊。你要明白呢一個疫苗呢，佢只係叫你個身體製造喺武肺其中一個嘅蛋白質，即係 spike protein。就好似警察去認人嗰陣時，你就係俾囚犯個鼻佢。當然如果佢個鼻係一模一樣嘅話呢，警察就捉到佢。但係呢個病毒嘅變種速度係幾快下噶，即係代表個犯人易容嗰陣時改咗個鼻呢，你就認唔到佢啦。所以你見到嘅效果就係初頭嗰陣時就有效，但係因為全部人都打呢幾種針，唯一傳到落去嘅病毒就係認唔出嗰啲嘅病毒，所以全民打疫苗就係會逼到呢隻病毒係變種。最重要嘅係呢隻疫苗主要嘅功能係令到你有抗體，抗體只係一啲針對性嘅免疫功能。所以如果入侵嘅病毒呢隻抗體係認唔出嘅話呢，佢唔單止係捉唔到個犯之餘，佢仲會阻頭阻勢，佢會阻住多功能嘅 T 細胞去做嘢，反而會令到你嘅抵抗力減低。因為正常人如果佢 T 細胞功能係強嘅話呢，個身體就冇需要製造抗體，而且身體都會製造記憶 T 細胞。呢隻記憶 T 細胞係會記得犯人嘅眼耳口鼻，佢嘅髮型、身形甚至指模，樣樣都會記得。所以當個犯係易容嗰陣時，佢都會認得出係佢啊。所以就會好似之前沙士復原者，就算沙士同武肺只有80%相似，記憶 T 細胞照樣係會認得出係佢啊。所以啲媒體成日用抗體嚟去代表你有冇免疫，呢個係大錯特錯。所以當世衛話自然免疫同疫苗免疫有差唔多嘅保護性，呢個係擘大眼講大話。自然免疫係遠遠超越疫苗免疫噶。所以就算疫苗聯盟嘅 Gavi， 一個同 Bill Gates 好有關聯嘅機構，佢都會話自然免疫可能係會好長久噶。我哋喺2021年5月21號出咗個報告，呢個係一個香港研究機構出嘅報告。雖然啲人名唔似係香港人，但係呢個報告係攞咗18個 RCT 綜合分析嘅報告 Meta-analysis， 即係喺科學證據金字塔最高個位。佢講到武肺康復者，佢哋嘅 T 細胞可以防止到任何一個變種病毒，呢個已經係一個無可否認嘅事實。而以色列發現南非變種病毒出現喺打咗輝瑞疫苗嘅人多出8倍，
呢個我同意啲 fact checker 所講，唔係代表南非變種病毒更加容易入侵打咗疫苗嘅人，而係比其他變種病毒南非變種更加容易入侵打咗輝瑞嘅人。咁樣落去嘅話，只會代表突破到輝瑞疫苗嘅變種病毒先會流傳落去。所以就算 CDC 都有報告，起碼有1萬人中咗武肺嘅係打咗2針疫苗，所以打咗2針輝瑞只會越嚟越冇效。仲要唔單止係咁啊，我哋有報告發現曾經接觸過或者中過武肺嘅人，佢哋打咗輝瑞之後更加大機會有副作用效果，因為佢哋更加大機會免疫系統過敏而傷害到你原本身體嘅內臟。所以打疫苗之前你哋要三思。最後我想介紹一個機構叫做 Project Veritas， 佢係一個機構專收集爆料嘅信息。佢之前爆過 CNN 嘅高層去承認，佢哋每日報武肺死亡人數係為咗製造恐懼。佢話啲人越驚嘅話就越會睇，收視就會增加。記唔記得之前我講過喺 CDC 網站，佢話輝瑞疫苗係唔會改變人哋嘅 DNA， 之後面書就會將任何提出疫苗可以改變人 DNA 嘅言論刪除或者加 fact checker。但係最搞笑嘅係2020年7月嗰陣時，面書 CEO Mark Zuckerberg 佢自己都有提過，我對呢個疫苗都有保留喎。我哋仲未知道基本上改變人類嘅 DNA 同 RNA 有咩長期副作用喎。我唔知道呢個疫苗會唔會改變人 DNA， 但起碼我知道 Mark Zuckerberg 曾經都相信疫苗可以改變人嘅 DNA。我當然有睇過嗰啲 fact checker 講咩啦，佢哋話 mRNA 只會叫啲細胞去做嘢，叫完就會被消滅噶啦，亦都唔會入去細胞嘅核心。但你知啦，科學成日都係會變噶。之前又話 spike protein 冇害嘅，而家又有研究話 spike protein 可能會有害。不過最新嘅研究發現，武肺嘅 RNA 可以捲入去人類細胞嘅 DNA 入邊。嗰啲 fact checker 當然繼續話，咁樣都唔代表疫苗嗰啲會喎。好心有人可以解釋俾我聽，點解武肺嘅 RNA 可以捲入去人類嘅 DNA， 但係疫苗嘅 RNA 就唔得呢？喺未有好多嘅研究證據出嚟之前，我寧願保持有咁嘅可能性，都唔會大大聲咁講呢個係假消息。最後你會發現我講過嘅嘢，你好似好多都未聽過。其中一個原因就係社交媒體會特登收埋呢啲資訊。有吹哨人爆咗面書會秘密地幫人計疫苗疑惑分數，佢攞咗內部文件做證據。面書會將呢班人減 view 數，仲會唔理真假咁刪除佢哋分享嘅嘢。當然面書將呢個吹哨人炒咗啦，仲大大聲講話邊個繼續吹哨就炒邊個。所以呢條片我唔會擺喺 YouTube， 我淨係會擺喺 Rumble， 同埋結果都可能唔多人睇到。不過我將所有科學報告同埋新聞連結都擺晒落去下邊。再強調多次，我唔會叫人打或者唔打疫苗，呢個係你自己嘅抉擇。我只希望就算你決定打，都知道自己打咗啲乜嘢落去你身體入邊。